宜宾市高雄专勤队19伫咧高雄前镇任务防山几内所在，拢总掠到17位失联的渔工，其中前镇渔港查到4位渔工，其中一个人是惊互专勤队找到，竟然走去秘伫咧冷冻库内底，出来时已经赶到袂讲话啊！因为感觉大家面色唔是细，高雄专勤队的人详细问掠到的这3名渔工，确认是不是也有人迷咧？果然伫零下6度的冷冻库内底，找到第4名失联渔工。移民署讲，为着要闪紧，细弱的印尼籍渔工凊彩3一领塑胶布盖伫身躯，就安尼秘伫冷冻库15分钟。等到因开门找到人的时，规身人已经赶到无在了讲话。真的？了解啦。小心有被滑哦！哦，迄个20分钟伊就失温啊。有啊，伊迄个你也目口关起来，内底袂当开啊。伊定爱外口有人替伊开就对啊。啊，真新型的。真拢真新的较济啊。啊，新型的会安怎？新的伊内底有一支我知影是有一支单挤咧，啊，就当开啊。事后伊讲是一直细刀车，因为伊秘的是巨型的冷冻库，无在条队内底开门出来，差一点就性命休去。移民署表示，19这天因除了伫前镇渔港的冷冻加工厂掠到4名失联渔工以外，一群头伫仁武红山几内所在嘛掠到13名失联渔工。后续会调查渔工甲雇主以及幕后的中人，是不是有牵涉到其他违法的代志。前往高雄市仁武、凤山及冈山等地多处热点埋伏查缉，一举查获17名非法外来人口，案经带回查办，将深入调查非法雇主责任。移民署强调，请失联渔工来做工课，按照就业服务法，上悬会当罚75万，且民众千万唔通贪方便贪俗，就来违法。记者郭家祖、邱小勇、高雄场报道。